来，小丫头，那义渠君看你的神情有点古怪啊。如何古怪？像狼捡到了肉。即使是狼，他也要忌讳大王手中的利剑。你找到你那义渠的弟弟了吗？是，臣妾还给他取了个名字，叫白起。好，那你打算怎么安置他？臣妾想让他跟着魏冉从军。好，血性男儿，罪我沙场。寡人喜见你的弟弟们都成为大秦的社稷之妻。多谢老伯。大王，没事。大王，你发烧了。大王有恶寒，舌边尖红，苔腻，脉象浮缓，身上有暗红的肿块，看来大王是被毒虫咬了。何种毒虫？应该是草原上特有的恙虫。我这就给大王开药，只要悉心调养几日，慢慢会好起来的。大王，咸阳来人急报，说齐国出兵攻打燕国，杀死了燕王哙，又将子之剁为肉酱，并与中山国相联手瓜分燕国，燕国大乱了。这就是说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马上派人联络赵国、秦赵两国一起出兵，送孟宁和他儿子入燕。是。马上备驾，寡人即刻回宫。是。大王，你还病着呢。被小虫咬2口算什么？不疼不痒，还不如蚊蝇厉害。大王不可小觑那恙虫，若不及时诊治，后患无穷啊！你是寡人的太医令，跟寡人一同上路，寡人有你任意调理，可以高枕无忧了吧？大王，事急从权，寡人和司马错将军先走一步，这里的未尽之事就交给你了。大王，这样一来，是不是大公主孟莹很快就要走了？对，这也是她的机会。我在草原打搅义渠君多日，从今往后，望义渠和大秦成为真正的一家兄弟。既然是一家，你们秦王刚走几日，你就急着要走？即便是一家兄弟，也不可总住着不走啊！你把我义渠最好的勇士都拐走了，我做的尽是赔本买卖。你看，说着说着又生分了。姐姐，大王令我们率军直插燕国，与姐姐不同路，就此别过，请姐姐一路珍重。小冉放心，我把白起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待他。姐姐放心。白起，跟着魏冉哥哥，腥风血雨，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姐姐，你在咸阳等我。
迎夫人，快起来吧。好久没有见到贵人了。听说八子随大王去义渠，刚刚回来。离开咸阳时万木葱茏，此时已是金秋了。难得你刚回宫就来见我。芈月在外一直惦记着迎夫人，我给夫人带回了草原上最好的羔皮。多谢你还想着我。原本想着能赶上给大公主送行的，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。大公主启程去燕国，听说大王前日亲自前往相送。是啊，秦赵两国出兵，情势不等人呐。公子直将被燕人拥立为王，孟莹随着秦军入燕，将为母后摄政。月儿真心为大公主高兴。是啊，孟莹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大公主离开秦国前，我们好像有些误会，没来得及解开。孟莹心里边纠葛的是那个苏秦，他们两个终归是有缘无分的，这件事情也不该怪你。大公主和苏秦有情分？生死无忧，坐拥高位，能得到她这个位置，是生在大征之时的女人最终的追求。即便是她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，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奢望了。那如果大公主想要的，并非是生死无忧、坐拥高位吗？她是王家的儿女，不该另有他想。大公主若真因为苏秦一事怨恨月儿，那月儿的确愧疚。大王，趁热喝了吧。太医令说，大王在草原被毒虫咬了，一直没有好好的调养诊治，老这么拖着，就给耽误了。太医若不常说些吓人的话，又怎能从寡人这儿拿到俸禄？拜见大王。芈月回来了。听说大王亲自将大公主送出咸阳百里之外，刚刚回宫。寡人并非多情善感之人，但是这次孟莹要走，心里突然有些忐忑，所以多送了些路程。大王的病一直未痊愈，该多注意身子。大王，把药喝了吧。怎么连你也来啰嗦寡人了？多谢大王。夫人，听说太医院又派人去成明殿了。唉，自从2年前大王去了那义渠草原，被毒虫咬了，这身子就一直没有调养过来。一到春秋换季，就犯咳疾。朝堂上好像又有人在议论立储的事情。论才华，论军功，公子当中无人能与华儿比肩。朝堂上和旧族里也有不少人看好他。所以说，一旦大王立太子，公子华定是不二人选。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尘埃落定了。王后，拜见王后。甘大夫免礼，赐座。是。谢王后。这2年，荡儿在甘大夫的悉心调教下，学业大有长进，这都是甘大夫的功劳。王后过奖，公子天生是运筹帷幄的战将奇才，将来必定能够成就秦国的雄图霸业。论感恩，
该是微臣拜谢王后。甘茂在外闯荡多年，无法在双亲面前尽孝。昨日收到家书，说留在楚国的老母亲多次得到楚国王宫里的照应。甘茂肝脑涂地，无以回报。甘大夫太见外了，快请起。我们都是楚国人，自己人关照自己人，那是应当的。啊，前不久大王还向我问起蛋儿的功课，我说蛋儿十分用心，在甘大夫和初离子的调教下，已经读过大夫仲2篇，离子10篇，楚兵法7篇，正要研读魏公子21篇。看大王的意思，像是要考一考蛋儿。既然如此，我等该早做准备。大王一向重视公子，否则怎么会这么关心公子的功课？这看重是一回事，立储又是另一回事。大王不也一直看重公子华，也曾打算立他为储君吗？那时大王没有嫡子，先王后与魏夫人有关系特殊，那都是旧话了。眼下大王有了公子当这个真正的嫡子，公子华怎么可能与公子当相提并论呢？更何况微臣也向初离子提起过公子当，初离子也曾在微臣面前狠狠地夸了公子一番，说公子龙居凤雏，天生王者。想来想去，这事还是要由初离子出面才好。尽管秦国有兄终弟及的旧例，但我看他对王位并没有觊觎之心。如今他既是左相，又是大奉常，应当由他帮我去向大王陈情。王后，在臣心目中，公子是太子的不二人选。只要朝廷商议此事，微臣定会鼎力支持公子。